来看云林西里东市场有一间竹仔工艺工作坊哦，头家是对翁仔某因带游客体验破竹仔变人啊，有伫社区大海教课哦，伊望讲会讲把咱台湾的竹仔工艺传承落去。甲竹仔破开，才搁甲挂做一条一条的竹篾啊。云林西里东市场内底有一间店专门咧做竹工艺品。 头家杨成辉甲陈淑慧这对翁仔某拢对竹仔有兴趣，一直咧推广竹仔文化。这是我的兴趣，我的休闲，对我就会过来这边，好，然后做我喜欢做的事情，就是批竹子、编篮子。早期在30几岁开始就对这个竹子非常有兴趣，断断续续的就一直在学。杨成辉表示。 伫西里保心这带几十年前，嘛是竹工艺发展的重要地区，也捌外销欧美甲日本。后来因为时代改变，才豆豆啊落座，所以翁仔某两个人11年前进驻东市场了后，就注心推广西里竹工艺。若做社区内底，或者是有游客想要学，因翁仔某两个人拢愿意教。希望透过因的热情，互更较侪人了解竹工艺的水，把这项传统文化推广出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